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4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，以赛亚书32章第9节到20节，雅各书第3章17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智慧的果子。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的见证。对新约圣经保罗的观点来看，就是果子啦吼。那事实上呢，旧约嘛是安尼的看法。伫昨昏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章，咱提到着葡萄园的之歌，上帝后悔束缚互以色列选民，枉费上帝为着这个葡萄园所做一切的努力。结果所结出来的果子却是酸又个歹的果子。咱嘛知用这个加拉太书的经文提到着圣神的果子。但是呢，牧师还阁是要爱提醒，迄个果子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徒的生命。但是特质却有济。不只是高中啦吼，基督徒应该被圣神来改变，会通活出更较美好、更较精全、更较多样性的生命，因为迄就是上帝的生命。如果无啦吼，基督徒将来要需要爱面对上帝的审判。所以只有会当互人、互上帝的复兴的生命，才会当被更新、被上帝所欢喜来接纳。以赛亚书32章第9节到20节，讲到审判甲复兴。清闲的妇人人啊，起来听我的话，无寒无露的查某囡仔，着注意听我所讲的话。恁这的无寒无露的查某囡仔，过一年外，恁会惊吓，因为无葡萄通挽，无果子通收成。清闲的妇人人啊，着皮皮喘；无寒无露的查某囡仔，着惊吓，着赤身裸体，摇下抹布，为着好的田地，为着结一把葡萄树，堆兴哀哭。我主民的土地会发刺皮，甲杂草，快乐的城市，欢喜的家园嘛会安尼。王宫会互人放杀，闹热的城市无人住。城堡甲守望的塔，拢会永远变成做洞穴，成做野驴仔甲牛羊欢喜的草埔。到日上帝找伊的神对顶面拼落来互咱，迄时旷野会变成做肥的园。肥的园要亲像树林，迄时公平要踮伫旷野。公义要歇伫肥软的土地，公义的功效是和平，公义的效果是平静安稳，直到永远。我的子民会住伫和睦的家，安稳的厝体，通休困无受搅扰的所在。虽然树林受到冰雹毁坏，城市受到铁毁，变成做平地。毋过，恁才会伫溪边野种，互牛驴会当自在食草的人，实在有福气。拄则牧师提到，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，但是呢，所结的果子却是爱道面上的，不只有9种，亲像今仔日的经文雅各书第3章17节到18节。提到着无共款的特质。圣经来讲，对顶面来的智慧，头一项是纯洁，过来是和平、温和、
各有度量，充满慈悲，各熬结好果子，无偏私，无虚假。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所赢的政治所结的果子。这个呢是对智慧所结出的果子。但是这智慧所指的其实就是上帝，因为圣经跟咱讲真清楚了哦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智慧的果子就是上帝生命的果子，就是属于基督生命的展现，互咱会通活出生命美好的见证，这是咱的目标。诗篇80篇，为复国来祈祷。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，亲像在带羊群的上帝啊！求你阿现讲听，这天使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！求你发出光，求你伫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，显出你权能来救阮。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你对你子民的祈祷所发的受气要到偌久？你互阮用目屎准饭食，用规碗目屎做水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三钱对得做阵，甲阮踢笑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你对埃及山一丛葡萄树，赶出列邦，用伊栽种伫遮。你为着伊种地，伊的根顶深生炭满地。你的影惹目种山，伊的枝嵌满大丛的香柏树。伊的枝存到伫地中海，伊的藤嘛摊到幼发拉底河。你是安怎拆毁伊的威力，处在所有过路的人来挽葡萄，出在树林内的山猪吞达，出在田野来走兽来吞食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活得长对天下落看，照顾这丛葡萄树，保护你正手所栽种的树，甲你为着家己所照顾的有机。遐会用火烧用刀铲葡萄树的人，求你发受气甲因消灭。愿你的手保护你正面的人，就是你为着家己所竞选的人。安尼，阮就袂背叛你，求你甲阮救我，阮就要求叫你的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恳求上帝栽培阮，使阮属灵的营养，互阮的生命会通来有丰盛、有甜蜜、有多元、有智慧的果子来见证主名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